到我阿公引导，洗身躯真心切。阿公去外口佚佗了后，返来厝里，规身躯拢是汗。哎哟，流汗了后，身躯拢黏贴贴，足无爽快的。阿公，你大粒汗细粒汗呢？来去浴缸啊洗呀！好，耶！我要来洗身躯咯。先来绕水，蓝的是冷水，红的是烧水，像安尼，甲水温调到拉轮啊烧。安尼半小冷，拄拄啊好。多谢阿母。浸水有够赞！阿公爱抹纱文哦，先甲纱文温和淡抹伫海绵顶头，佮甲海绵戳戳咧。哇，足侪纱文泡，足好耍诶！爱愈较功夫才袂生身哦。好，双手双脚洗洗咧，颔棍过耳孔涂涂咧。较食片尻川嘛爱记得哦。准备呛水，头按按，目睭开开，甲纱文泡呛好清气。哇，洗清气啊！阿公规身躯香杠杠。哈哈哈哈哈！